们今天要学习的是10个单字。那今天的主题是教室动词的应用，那就是使用且这个动词来看一下在学校教室中有什么样的应用吧。第一个单字 Gilam且呢是守秩序的意思，吉呢是一个卡字排列摆整理的意思。那 Gilam 呢就是朗卡道路，那 Gilam 合起来就是纪律制度的意思。那所以 Gilam 且呢就是守秩序的意思。那接下来第二个单字大豆且呢是照顾照料的意思，大呢就是看，那豆呢是有思索探讨考察的意思。那合起来呢就是你要看一个人，然后去看观察他就是身体状况怎么样，或是去照料他，所以合起来就是照顾照料。大豆且。那接下来第三个单字英日且呢是精勤毅力意志坚强的意思。那第一个英本身呢就是心脏的意思，那第二个日呢就是骨头。那怎么去理解呢？就是你精勤很努力，就是有一种锥心刺骨的感觉，所以你非常锥心刺骨的那种毅力，然后很坚强很勤奋的意思，所以就是英日且。那接下来第四个单字吞之且。那吞之且呢是团结合作的意思。那这里的吞呢就是吞包，指的就是和睦，就是人和人之间相处的很有默契，很和睦。那这里的吉呢跟吉朗的吉不一样的后加，那这里的吉是连结纠集的意思，所以大家很团队合作，连结得非常和睦，就是团结合作。吞之且。那接下来第五个单字取夺且呢是商讨决议的意思。取呢本身就有言论议论，那夺呢就是指争夺，就是比赛较量的意思。那就是你在跟别人商讨就是决议的时候呢，彼此之间的对话就会去比较，那怎么样才是比较好的决定，所以就是取夺且。那接下来第六个单字搭界且呢是观察研究的意思。那这个大呢它是豆，就是前面那个豆的一个未来式，就是它未来式就是长大这个样子。那它的意思就是考察巡查，让它在佛法当中就是有寻思的意思。那戒呢是智这个单词的未来式，就是去掉了那若变成戒。那它的意思呢是分析审思明辨，那在佛法当中就是四察的意思。所以呢就是从粗的去观察到很细微的观察，就是叫观察研究。搭界且。那接下来第七个单字温降且呢是预习排宴的意思。温呢就是指温啦，先前过去。那降呢其实它是囧的过去式，囧也就是学习的过去式，就是降。那之前先前就是预习排宴的意思，就是在开始之前去排宴学习，所以就是温降且。
那再来第8个单字，家政节，家政节，家政节呢是复习的意思。家呢就是指养家，就是再次、重新、再一次养家记。那这里的中呢，就是刚刚的那个中的学习现在式，所以现在再一次的去学习，就是复习的意思。家政节，家政节。那接下来第9个单字，对之前，对之前，对之前呢是收拾整理的意思。对呢就是有集聚，收东西，像是谷物啊，收成也是用这个单词。那 G 呢就是一开始学习的那个 Gilang， 就是有整理、配合、聚集的意思。所以收拾整理就是对之前。对之前。那第10个单字，螳螂茄，螳螂茄，螳螂茄呢是自愿承认接受的意思。螳呢，除了我们平常说的汉那个螳呢其实也有高兴或是自愿接受的意思。连呢就是一种连的过去式，就是啷，它就是有接受拿去的意思，所以是螳螂茄，螳螂茄。那我们今天学习了10个单字，非常谢谢大家，我们一起继续加油吧。